今日是民進黨6都直轄市議員提名領表登記的最後一天。台南市北區甲中西區4連敗的議員陳怡貞，選在最後一刻宣布無要參與這屆北區甲中西區議員的初選。這段時間雖然這位里長甲支持者攏在關心，不過最後的決定就是宣布無要參選。沉重的記者會，然後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，但是呢，我也感謝怡貞在這個重要的時刻，當這2天我在跟他討論的時候，那他雖然心情有很多的心情故事有很多的不捨，畢竟16年議員選舉，不管是初選或大選其實外界大家來評估其實怡貞要通過，其實並不困難但是我想為了團結，為了讓我們的黨內的優秀的同志有更多出現的機會，所以就如同剛才亭妃所說的，我就宣布做了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宣布不參選這一次的議員的連任。那我想未來服務會繼續。那我想不管在什麼位置，愛台南的心還有對基層的承諾都不會改變。立委陳亭妃表示，伊着陳怡貞4任的議員，過去參與黨內初選，唔定民調排名第1，第4屆議員連任，還佫摕下最高票。這屆為了黨內初選的競爭會用個單純化，決定以大局為重，提出議員的選戰，專心擔任陳亭妃競選總部的執行總幹事。怡貞做了這個決定。他在今天最後一天，每個人都問他說：“你什麼時候要去登記？”怡貞今天在這裡宣布，他不會去參加登記，他也不會參與這一次北區、中西區的議員選舉。亭妃會請他來擔任我的執行總幹事，因為他自己輔選過，自己也做教過，這貴好酸寧毛嘎蘭呼算鬼，所以他非常清楚那個美感在哪裡，所以會由他來擔任這個角色。雖然陳怡貞退出這屆議員選舉，真濟里長甲支持者攏真唔甘，不過陳怡貞的退選，是唔是會用促進黨內的整合？兩位姐妹嘛表示，目前上重要的就是專注佇個市長、議員甲里長的輔選工作，協助團隊爭取到最大的實處，團結一致，唔定2026愛贏，2028總統的連任嘛愛贏，才能夠讓台灣大步來向前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